各位朋友，歡迎又嚟到合眾連環嘅節目。今日咧又係馮檢基哥幫我劉南昌，我哋一齊咧就幫大家去探討一下我哋香港而家身邊嘅啲問題。大家知道而家我哋香港做緊一件大事，呢件真係大事，係關係到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因為我哋香港咧長期以嚟咧就係行呢個自由經濟，呢個小政府大市場。好多嘢咧都係由市場去主導，但係而家呢個形勢咧就係有變化啦。全球嗰啲形勢變化，大家不妨睇下呢個美國。美國其實而家呢個由政府主導、由特朗普去主導嘅嘢，真係好多好多。喺軍事上，特朗普要將軍費加到15000億；喺呢個 AI 上邊，呢個特朗普又係大量嘅投入，好多嘢都係主導成個美國嘅發展。你唔係話由市場去主導，而家實際上咧係好多政府都係要做一個有為嘅政府。咁我哋而家咧香港做緊咩事咧？要做一份5年規劃。咩叫5年規劃啊？咁我哋而家呢份5年規劃咧，其實幫內地嘅5年規劃咧，我自己認真睇咧，仲係有好多區別嘅。大陸嘅5年規劃咧，佢差唔多就係一個法律性嘅文件，佢定出嚟嘅指標咧，你嘅政府咧就一定要去落實，要去執行，就係你嘅 KPI， 你就係一定數嘅。咁啊，香港而家係咪行呢一套咧？最後仲未出到嚟。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消息都講，我哋香港呢份5年規劃咧，我哋可能淨係講出我哋未來發展嘅一個方向，我未必有一個約束性嘅指標，即係話未來5年我哋香港我哋嘅 GDP 每年要增長幾多咧？大家知道大陸咧就一直係話喺5%左右，我哋香港係咪可以規定我哋一定唔能夠低於3%咧？我諗香港政府未必有呢個膽量去規，因為如果你規定3%，你做唔到點辦啦？咁啊好丟面噶嘛！就算香港政府做唔到啦，咁啊港澳辦都好丟面噶嘛。所以咧就呢個約束性嘅指標咧都未必會有。咁但係咧，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方向一啲基本上嘅問題咧，我覺得呢一次5年規劃咧，其實真係應該討論嘅。譬如講政府嘅財政來源，而家大家知道係土地財政。土地財政係咪我哋未來香港政府永遠要靠土地財政呢？咁我哋而家仲要去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嶼山係咪就唔做啦呢？等等好多問題。我哋香港未來我哋嘅人口而家係700萬，我哋係咪將來要做到1000萬呢？如果我哋要做到1000萬，我哋要幾多地？我哋要幾多屋？要幾多醫院？有幾多學校？等等好多問題。即係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如果你冇一個總嘅方向，你好多嘢就話好啦，我今年我明年起多1間醫院，咁啊你就係行到邊做到邊，就睇住眼前呢啲嘢做。咁譬如講而家我覺得咧，我哋今日咧就將個基哥又傾一傾我哋嘅香港嘅基建，尤其係交通嘅問題。我哋而家嘅交通係咪夠啦咧？我哋交通係應該係嗰個思路係點咧？啊，譬如講以前咧，政府咧經常係我整一個隧道，如果你整咗出嚟冇車行，回唔到本，咁你整唔整咧？你如果係回唔到本嘅，咁啊變成係大陸咧就喺呢個問題上咧，其實佢哋咧經過咗，亦係經過好多爭論，基本上就係話基建要行先。你呢座山而家冇人住嘅，咁我整咗條路落去，我搬咗好多廠落去，咁嗰度咪將來就有人住咯。譬如講個大嶼山，我哋而家點樣發展？我而家又冇路又冇人住，咁未來係咪大嶼山永遠就係郊野公園，係70%以上嘅郊野公園？咁我哋香港最大最好嘅一塊地，係咪就永遠丟空喺嗰度咧？我覺得呢一次5年規劃咧，呢啲原則性嘅問題咧，真係都要好好傾一傾。咁我哋聽下基哥嘅高見啦。昌哥，我完全同意你嗰個講法嘅，因為規劃咧，你白紙字寫出嚟咧，第一係講出你政府自己對未來發展，譬如5年啦，你覺得香港要各方面變成點樣樣？第二咧，你咧就出咗嗰個規劃之後咧，就不同嘅部門就會按呢個規劃嗰個方向發展咧，係大家努力，無論係思想啊、制定政策啊、人手啊、資源嘅分配啊，都能夠集中喺嗰啲發展嗰啲地方嗰度去。
咁變咗咧，令到你嗰個政府嘅力量咧係可以聚焦。如果你只係話個重點出嚟，我要發展北部都會區，我要發展交通，我要發展咩嘢？發展幾多啊？幾多嘅交通啊？增加幾多道路啊？增加道路幾多公里啊？完全冇講嘅話咧，我由1公里到100公里都係增加咗噶嘛。你都話，我都符合咗我嗰個標準啦，我話唔增加啊嘛，我增加咗10公里咯咁樣。咁呢個係俾行政機關有一個係挖頭嘅，即係你點講都變咗，都自己都掂。內地嗰個做法就好清楚噶嘛，講到咁樣就咁樣。當佢做唔到時，佢又可以認自己做唔到嘅。我哋都試過啦。以前GDP 內地講過話8%啊，後嚟褪到7%啊，褪到5%，咁啊按事實褪啦。個事實同嗰個實質你做唔到，講出個理由出嚟，冇人會怪你㗎。我舉個例俾大家聽啦，就係我記得咧，朱鎔基總理咧，佢落任去總結自己嗰個工作嘅時候，當然唔係講佢嗰套嘅説話，我只要想講出佢其中一個重點，我係好欣賞嘅。佢話：如果有機會俾我選擇嘅話咧，我真係好想做交通運輸部部長，因為成個國家嘅發展，各個社會嘅發展咧，首先就係要搞好個交通運輸。當交通運輸做得好嘅時候咧，嗰個地方就會發展起嚟。喂，呢個係朱鎔基佢落台之前嘅一個總結。我最近咧都去過貴州2、3次，亦都睇過貴州嗰啲發展。貴州呢10年咧係由貧窮省市最尾即係最差嗰1、2個省市，而家跳升到咧升咗成10幾級。問題係咩變化咧？原來佢哋嘅省政府同中央政府咧係合作做咗好多嘅高速公路同埋橋，特別係橋。因為貴州基本上冚唪唥都係山嚟嘅，而喺山之中咧，可能呢一個山咧有100幾200戶得嗰幾百人，嗰個山咧有100幾200戶得幾個人，從來咧一年都唔會出嚟城市㗎。咁佢哋自己種菜啊、養豬養雞就係嗰100幾戶自己轉嚟轉去啦，啲嘢發展唔到。但係而家呢10幾年發生咩事咧？原來佢哋所種嘅嘢咧，能夠種得到咧，可以運出嚟縣市省去賣，甚至啲做得好嗰啲咧，去賣俾全國其他地方，再做得好嗰啲賣世界其他各地。而亦都有啲嘅知識分子啊，嗰啲發展商咧，走去嗰啲地方，哇！原來你種菜種啲咁靚嘅，你養豬養得咁好嘅，我就喺你嗰度整個豬場農場，令到嗰啲經濟起咗嚟。點解得啊？就係將我哋講，佢就係嗰啲橋啊嘛，嗰啲橋係全世界最高嗰3條橋都喺貴州。點解政府做呢樣嘢會令到成個貴州變呢？呢個就係嗰個建設啊，同埋點樣計劃、點樣部署。我呢10幾年點樣起咗咁多條橋？貴州真係飛起㗎，呢條飛起嘅速度啊，係犀利到咁樣。咁我哋香港係咪喺呢個5年規劃裏面都要講下，我哋去部署嘅時候有冇啲嘅地方，譬如香港你頭先提過大嶼山，或者北部都會區，或者某一啲嘅地方嘅交通，我哋係點樣能夠令到佢交通快速地完成好嗰個交通建設，而令到嗰個地方發展起嚟？係啦，呢個咧都講到用呢個貴州呢個例子嚟講明，即係話你要咧基建先行，交通先行咧，基本上而家係全世界都認好嘅一條發展嘅，其實真係真理嚟嘅。特別係你而家第三世界要學中國嘅，基本上首先就係學呢一條。咁你而家講到日本，佢嗰陣時咧係話喺經濟低潮嘅時候咧，要靠政府去投資，去刺激翻個經濟。呢個叫做美國首先實行啦，就係凱恩斯嘅主義，係靠政府用投資去帶動經濟。喺經濟低潮嘅時候，係基本上係咁做嘅。咁我哋香港政府喺呢一方面咧，根本上就係做得係比較差嘅，就冇用政府投資去帶。咁而家我覺得而家我哋基建啊，特別係交通問題咧，就係有2個方面。一個咧，我哋嘅速度太慢，我哋嘅速度太慢啦。舉例講，而家北部都會區政府咧係設計一個大橫，係橫跨北段啊。我哋知道啦，香港我哋南北咧就吐露港公路啦、東鐵啦，呢啲係南北向嘅。咁啊，由東至西，由西至東咧，係北部都會區咧係整一條大橫嘅20幾公里，但係咧開頭話要整15年啊先整得好。咁啊，而家咧話快啲，但係都要10幾年。咁呢個太慢啦。你睇下深圳而家平均1年係3條新嘅地鐵線路啊，呢個出嚟啊。而家我哋香港有地鐵嘅時候，深圳冇啊。而家深圳起到差唔多20幾條，再建啊20幾條，真正係通車嘅15、16條地鐵線。咁你有咗咁多交通暢，呢個城市先有活力嘛。咁你而家睇翻我哋香港，其而家吐露港真係塞㗎。上落班嘅時候，嗰陣時我喺亞視大埔嗰時啊，每日早上翻去嘅時候，哇！從呢個隧道呢個九龍塘一
一直就塞到去大埔，講明你係唔夠啦嘛。當然香港咧就係一直係主張咧就係鐵路優先，鐵路其實幫公路咧兩個係相輔相成噶嘛。咁而家喺南北方面係咪可以整多一條咧？整多條咁啊？原來有大埔公路嘅，大埔公路係咪整翻闊啲咧？或者係再整一條從呢個大埔呢邊插一條路插到去呢個荃灣嗰邊咧？所以咁又講翻呢個大嶼山，大嶼山咧，我覺得最想嘅咧就係話我哋如果西環呢邊有一條新嘅隧道打通去大嶼山，咁啊以前啊交椅洲啊，而家交椅洲啊，明日大嶼啊停咗落嚟啦。咁明日大嶼停咗落嚟，我哋香港嘅發展咪就永遠停咗落嚟咧？咁如果假如我哋西環有一條隧道係一直過咗大嶼山，咁我哋成個香港係咪一個大嘅一個交通，成一個大嘅環形咧？咁你諗下，我哋香港哇嗰個發展係咪真係快咗好多？即係講實話，即係英國人臨走嘅時候咧，留低咗我哋一個玫瑰園計劃啊！我自己覺得咧，我經常諗，假如當時英國人冇去做新機場，我哋係咪而家仲喺啟德度飛咧？真係好難講㗎喎！我哋香港真係冇呢個魄力啊！英國當時為咗體面咁撤離香港，做咗個新機場。呢個新機場對我哋香港嘅幫助，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重要啦。而家香港機場，而家香港政府成日講新機場係香港嘅之光，係香港全世界為香港嘅航空業奠定咗一個偉大嘅地位。但係講實話，呢個係英國人留低喎。咁我呢個呢，又唔係話誇英國人，我哋希望我哋而家新嘅一代香港人，新嘅一代香港政府，我哋係咪可以做好啲、做快啲呢？我哋而家唔係冇項目做喎。咁啊，當時我先頭講到日本佢想投入，但係佢全部都交通都差唔多起好晒啦。啊，你去到北海道，去到嗰度，全部都有啦，覺得好似冇必要。咁但係我哋成個大嶼山咁大放咗喺度，我哋咪可以先行修路、隧道等等。去打通佢，希望發展佢呢。咁我哋香港係咪真係一個國際大都會？未來1000萬人甚至到2000萬人係啊咁樣嘅發展規模呢？而係唔係話我守住700萬人就算數呢？我覺得呢，我哋新一代嘅香港人真係應該要諗呢啲問題。我哋希望我哋香港係要發展嘅，但係好可惜，我哋而家香港喺4小龍裏邊。我哋其實都排好後，新加坡 GDP 差唔多係我哋1倍啊！有乜理由啊？新加坡400萬人，我哋人又多過佢，地又多過佢，我哋仲背靠祖國大陸，仲面向全世界。啊，你 GDP 仲少過新加坡，真係講唔過去喎。係咪啊？我哋新定嘅一個5年規劃，我哋係咪有啲雄心壯志？我哋俾香港畫一份美好嘅藍圖，有個前景去鼓舞我哋新一代香港人。我哋呢度香港人，可能我哋而家要退休啦。我哋個仔、我哋孫、我哋個女，係咪佢哋可能將去迎接一個美麗嘅、壯麗嘅、輝煌嘅、燦爛嘅新香港呢？真係5年規劃嘅時候，要俾到大家一啲想像力，俾到一啲憧憬，俾到一啲未來新嘅藍圖。咁大家先覺得啊，我有睇到前邊啊，睇到前路啊，我知有一個發展嘅方向嘛，係嘛？基哥係，我覺得作為政府咧，即係當然你要做好現在嘅工作啦。咁但係基本上咧，如果你講緊係計劃咧，你一定要俾到個願景，而呢個願景咧講出嚟咧係行得通嘅，俾人覺得你做得到嘅，而於是咧提供咗一個發展嘅希望。呢個希望唔定只係成個社會嘅發展，亦都影響我啲家人，影響我自己本身，特別下一代嗰個將來自己個前景係點樣樣咧。於是佢對呢個社會嗰個投入啊、關注啊、喜愛啊，都楞上關係嘅。所以一個好嘅5年嘅綱領咧、規劃咧，係非常之重要咧，係勾起全香港。特別係年輕嘅一代咧，對香港自己嘅投入，對自己未來嘅事業嘅投入，對自己部署自己將來點樣行嘅投入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嗰5年規劃咧，唔能夠淨係得個方向，唔能夠淨係得個價值，要講埋咧實質係一步一步5年嗰5年嘅各步點行。係咯，即係嗱，我哋知道啦，最近咧就香港咧就係所有嘅立法會議員就一齊去北京學習啦，閉門學習啦。咁我又覺得咧，其實呢一次議員去北京學習咧，第一要學一樣嘢，就係學一個呢個大陸嘅嗰啲政府官員嘅一個宗旨，就係為人民服務。
即係你要明確，你做議員咧，你係為人民服務嘅，而唔係話做其他你自己個人得咩利得咩名啊？呢個第一。第二咧，你係咪叫結合香港而家嘅5年規劃實際，學下人哋大陸去點樣做規劃咧？其實佢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哋而家國家主席習近平喺福建嘅時候，佢做規劃係咩啊？叫做380規劃。佢有3年嘅規劃，有8年嘅規劃，有20年嘅規劃。咁而家20年其實過咗去啦。當年呢個習近平定下嚟嘅規劃目標，全部實現晒。咁你睇到一個，即係你成個福州人，佢從3年，我睇3年我有咩改變？8年我有咩改變？20年我有咩改變？我知道個方向嘛。譬如講，我哋而家5年，我哋5年之後，我哋香港有咩改變？我哋住房面積係咪可以增加10%啊？我而家住200尺嘅，我未來係咪可以住到300尺啊？你有嗰啲簡單嘅一啲概括性嘅，你都可以俾到佢，咁啊大家覺得我個生活就會越嚟越好嘛？唔係嘅話，永遠都係咁喎。咁你真係有咩信心啊？啊，你香港點樣去凝聚一個發展嘅動力咧？所以我覺得就係好關鍵嘅問題，就係呢個主導思想，就係要我哋香港有一個遠景嘅規劃。我哋香港要未來係要越嚟越好。我哋生活喺呢一塊土地上，我哋會過得日子係越嚟越好。我哋係一個世界級嘅國際嘅大都會，我哋有咁嘅雄心壯志，咁可能先做得好。就係我哋用一個係行得到嘅5年規劃，提供到一個實際嘅可行嘅願景，而用呢個願景咧係聯繫住香港人嘅民心。係啦，好啊，咁基哥，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下一集咧，我哋繼續咧就幫大家睇到探討一啲實質性嘅具體嘅問題。總之，希望我哋香港咧就係越嚟越發展，越嚟越美好。今日就到此為止，拜拜。係。